中間嗰個係我冇錯，左右兩邊就係阿邦嚟嘅。咁有頭髮嘅阿邦咧，原來同我好似樣嘅，都係啲 friend 係咁 send 過嚟嗰陣時，無線電視有套劇咧，佢話：喂，你上電視我話頂你啊！係啊，冇錯。咁但係到底我係乜水咧？其實咧，我就係唔同嘅身份啦。例如我已經係呢個城市大學 online marketing 嘅顧問啦。咁啊3年嘅啦已經。咁都曾經做過1年左右咧，係 LVMH 全球首富 LV 嘅母公司嘅 online marketing 顧問啦。咁啊都係 Check 6廠，即係南豐紗廠連續第4年咧嘅 online marketing 顧問啦。咁我就做 online marketing 嘅，而我其實自己咧就 master，咁我讀咗一個類似 MBA 嘅課程，就專攻工程公司管理。而關於嗰啲 project management 嘅課嘅嗰啲牌咧，咁坊間應該除咗一個 waterfall 啊，咁啊 Pins 嗰個之外咧，我都考齊晒。咁我有風險管理嘅牌照啦。咁啊，呢啲都係我過去可能學習關於管理上嘅一啲知識。咁但係點解由管理又會走咗去做 marketing 嘅咧？而事實上，我做過好多行業嘅。咁 which is 咧，包括由地盤開始啦。咁以上呢一啲咧，都係我自己有份參與嘅一啲項目啦。包括荃灣嘅荃新天地第2期啦。咁啊，當時做鐵閘嘅。咁啊，包括呢個屯門嘅魚市場啦，將軍澳消防學校啦，機場嘅 Sky Plaza 啦，而家拆咗㗎啦。咁啊，當時都做咗130幾堂捲閘嘅，做啲鐵閘。咁啊，夜晚翻工啦，揸車過去啦，都識咗機管局好多朋友啦。商場嘅鋪頭閘啦，包括可能真係 Dior 啊嗰啲咧都有做嘅。咁啊，大家會奇怪我哋做工程㗎喎，真係啊，而且唔係淨係管理啊，要爬梯啊。要斬線啊、駁電啊、要托閘啊，諸如此類嘅。第2份工咧，咁就做一間模型飛機啦，完全唔關事。佢係做類似 merchandiser 行咁樣嘅。講緊嘅就係佢喺大陸買呢啲咁嘅飛機翻嚟，然後換個 packing 就攞去賣。咁我老闆咧，當時佢用咗5年時間，由0開始成為全世界最大嘅模型飛機公司。咁當時我就係負責幫佢管理啦，以及可能幫手做研發等等啦。咁 and then 咧，老闆要開廠喎，我就上東莞幫佢做呢啲摩打線。咁啊開廠啦，包括點樣 set 生產線啊、QC 啊、請人啊、專家啊、幫手啊、考慮嗰啲質素啊，或者買咩料啊，之類全部都要自己做啦。咁但係因為呢個經驗咧，令到我接觸咗 manufacturing 嗰邊喎。咁然後喺讀 master 嘅時候咧，識到我老闆，佢就係全中國第一大做一啲表面處理噴塗 surface finishing 嘅公司。咁所有我哋用過嘅產品都係佢嘅公司出產嚟嘅。咁包括以前嘅 Game Boy 啊、Locky 啊，佢同佩爾羅斯一間類似富士康嘅公司好熟嘅。咁富士康都係我哋當時嘅客戶啦，又或者 Platform 啊等等啦。咁啊自己會有自己嘅生產基地啊，當時公司應該有大概8900個員工以上嘅。咁然後老闆有個新嘅科技咧，就係可以幫手機做防水喎。咁啊掉我翻嚟香港啦，喺東莞2年之後掉我翻香港。咁啊開門市喺佐敦嗰邊嘅，但係我相信咧應該在座咁多位係冇聽過呢樣嘢。神盾手機防水肯定冇人識，因為當時嘅我咧係唔識咩叫 marketing。咁但係我就負責開呢間鋪，幫手可能請下啲妹妹派下傳單啊，請下啲明星搞下啲 event 啊，諸如此類啦。咁 total 成件事用咗大概2年時間，真真正正輸咗嘅錢大概800萬左右啦。咁好就好在咧，我最後有一單生意就係同韓國嗰邊拉入到。咁啊，當時 iWatch 第2代咧，全部都加入咗呢個科技。咁所以嗰單嘢令到我起碼都為公司冚翻千零萬左右啦。咁啊，而且大概個生產量都好大。咁但係你問，喂，門市做乜接廠單咧？咁當時傾就係可能我哋做一個旗號、招牌、一支旗，話俾人知我哋存在。咁韓國嗰邊先會對我哋有興趣㗎嘛。咁當時都仲係做緊一啲門市嘅形式嘅。咁然後再下一份工咧，我就做一間珠寶店啦。呢個係我媽媽嚟嘅。咁呢間珠寶店就喺沙田開。咁 that's why 喺嗰1年多啲咧，2年左右啦。咁我都學識咗點樣睇石啊，又或者做宣傳啊、形象啊、門市嘅運作等等咯。然後再攞份工咧，我就做管理嘅顧問公司。可能大家會聽過一間最出名嘅叫 McKinsey 啦。咁佢就香港比較出名叫 TQM 啦。
咁啊，老細係阿唐偉國先生啦，咁啊都係啲工程師之類嘅。咁啊當時我就學識咗管理啦、營運啦，以及可能唔同嘅形式系統等等嘅。咁再有一份工就係做 marketing 加 IT。過去所有嘅行業基本上你轉工我就轉行嘅。咁但係轉行得嚟咧，原來好多嘢可以 carry forward 嘅喎，例如啲 soft skills 啊，包括同人傾偈嘅技巧啦。同人哋的勾問題嘅方法啦，營運團隊或者對客嘅 skillset 啦，而最緊要嘅係我發現咧，原來每一個行業咧，裏面關於 marketing 或者定位嘅形式，都真係要了解先知。舉個例子啊，我哋會諗珠寶店要贏嘅，肯定係設計要靚，價錢要平啦。原來兩樣都唔係嘅，價錢就按金價，設計就大家抄啊。原來真正贏嘅珠寶店咧，個 key point 個 DNA 係我哋要做信譽啊。OK， 咁好啦，直至到我自己開公司之後咧，以上呢啲都係我公司嘅客戶啦。咁我過去大概6年時間左右 ，LVMH、Benz、華潤藥業、香港 Express、城市大學、Sennheiser、中國聯通、宏利、Puma 全世界最大嘅教育機構等等唔同嘅形式，都係因為原來我 make use of 到過去累積嘅一啲 sense 同埋 soft skills 嘅。咁好啦，今日最主要分享一個問題啦。到底大家心目中 marketing 係咩嚟嘅咧？常見嘅 marketing 成分包括可能設計啦，係咪？圖案啦、logo 啦、廣告圖啦、banner 啦，係咪？做 event 啦，大型小型都冇所謂㗎。又或者廣告啦、buy and 叉啦，或者明星呢啲全部都係啊，嗬。但係原來我話呢啲全部咧都唔算係 marketing 嘅話咧。一句説話去解釋 marketing 係乜嘢的話，我會揀呢一句 marketing 講緊嘅真正意義，中文係市場策劃，策劃嘅啫，唔係設計。設計嗰個叫設計師。但係如果我哋去為客戶考慮乜嘢人應該係咩時候，用咩原因，用咩方式或者途徑嚟做乜嘢，就係 marketing。好多老闆會諗，咁好簡單嘅啫，我要客喺我好多時候未任何時候17乘24，經過 online 嘅形式，或者因為我好想攞 discount 就嚟幫襯我啦。最簡單直接可以咁樣理解嘅。但係如果我哋唔係下下可以一步到位嘅話咧，online 嘅世界大致你可以分為大概7種左右咯。什麼社交媒體，即係 Facebook、IG、Search Engine。affiliate 即係平台或者帶貨 ，influencer、KOL 大家都唔陌生㗎啦 ，content、email 等等呢啲大家都可能聽過。咁但係呢啲形式咧，先至可以幫你做到 marketing 嘅概念嘅。而再落一格，咁好啦，到底你講緊乜啊？係咪先？相信大家都應該仲係好虛咯，講啲嘢。斬散幾樣嘢啦。第一個考慮嘅係我哋到底我哋做嘅嘢俾咩人睇？因為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印象，有唔同嘅需求，所以 target audience 好重要。第二，點樣同佢互動？我俾嘢佢睇完之後會發生咩事咧？即刻買啊，聯絡我啊，傾偈啊 ，WhatsApp 還是乜嘢咧 ？And then 我哋俾咩方向佢睇啊？我哋做嘅嘢係抵㗎，但係唔平㗎，質素好高，價錢貴少少咯，但係值嘅，係一個例子。又或者嗰個朋友佢同你聯絡之中，佢經歷過啲咩體驗咧？你點樣去招呼佢咧？令到佢啱你使，令到佢覺得你好啱使咧？而最後當然變成 sales 啦，揾生意啦。大家可以記住呢樣嘢就係 TIDUS， 即係我啦。好啦，簡單再高呼少少啦。喺 Google 嘅世界，大概 active user 大概有500幾萬左右香港人啦，會用 Google 嘅。而喺香港，根據實際嘅數據統籌、數據嘅一啲資訊，每1秒鐘會有4000幾個 search 喺 Google 發生。如果想人哋揾到你，好容易嘅啫，買關鍵字就得㗎啦。即係話咩形式，人哋揾咩字眼，第一個見到你就 OK 啦。而第二，我哋用社交媒體嘅話， monthly 嘅 active user 香港淨係用 Facebook 嘅超過600萬人，用 IG 嘅超過380萬，而最誇張 YouTube 係佔咗香港99.5% 嘅比例。而如果我想喺呢啲地方俾人見到我存在，都係廣告搞掂㗎啦。好啦，有條友叫標基，1996年佢講過，原來 content is king。第
但係而家成日講內地宣傳話流量為王喎，香港有幾多流量啦？幾百萬人，所以轉化先關鍵。點樣令到人哋轉化相信你，就要靠內容啦。咁我幾個問題，大家可以了解下我多啲啦。喂，我會收得好貴㗎，其實唔係嘅。正如我成日所講啦，我啲客咧係1000蚊一年嘅，我啲客咧係1000萬一年都有嘅。咁所以 depends on 需要同埋實際嘅做啲乜嘢啦。咁第二就係我俾5蚊你啦，嗱，睇嚟先，你俾翻50蚊我。做生意係講回本嘅啫，你唔好講咁多係咪？我同你玩咩老細？得唔得咧？得嘅，無限咁多案例都可以做得到，不過唔係即日，亦都唔係聽日或者下一個月。marketing需要時間。好啦，最後啦，嗱，你咁叻啦，總言之咧，你要幾錢我俾你，100萬都冇所謂嘅，你幫我揀佢，唔好煩我得㗎啦，我要錢嘅啫，我揾翻錢翻嚟啦。咁呢類型嘅生意咧，我係做唔到啊，因為 marketing 真正嘅意義係你公司營運嘅一部分，所以閣下嘅參與非常之重要。我係嚟幫你嘅，但係我唔能夠自己 handle 呢件事，因為我唔係你嘅分銷商。好啦，咁其實講咁耐，我講緊咩咧？又係呢個問題啦。唔緊要嘅，之後隨時聯絡我90111017。Thank you。好多謝晒 Titus 嘅分享啦。咁 Titus 今次係咪有2條問題想問大家咧？冇錯啦，係啦，有2條問題想問嘅。好，咁第一條係咪俾嘉賓優先啊？嘉賓優先啦。好，咁嘉賓要留意住咯喎。咩禮物啊？OK，禮物討論啊，即係要揾一樣咧，男女老幼都啱使嘅咧，非常之困難嘅，所以咧我決定送主席嘅一個收眉套餐啊。哇，正喎！係啦，2份嘅，冇錯冇錯。OK，咁啊第一個問題啦，好直接嘅 design 係咪 marketing？好，我數1、2、3啊，嘉賓注意，好，1、2、3。唔係，冇錯。design 係 marketing 嘅一部分，但係 design 絕對唔代表 marketing。OK， 好啦。恭喜晒，第2條係咪所有？老友答啦，即係老友即係所有 OK 好。我過去嘅經驗，每一次轉工定轉行。嗱，等陣先，嚟，嗱我數啦喎，1、2、3。邊個啊？睇到？我覺得係好。轉行冇錯，飛機。好，恭喜晒2位，可以出嚟影相先啊！我哋好影張相啦。好，得獎者，咁轉頭同我say 個 hello，咁我就我哋留翻個 contact。企過少少行，1、2、3，好。Thank you。好 ，thank you。好多謝晒 Titus 嘅咁精彩嘅分享。咁如果大家